来乡亲啊，咱的政府有咧宣导，若出现着疑似武汉肺炎的症头，像发烧啦、嗽啦，安尼拢会当卡防疫的专线1922。1922这个专线是当年SARS期间为着方便民众通报疫情来设置的专线电话。这17年来陪伴台湾度过重大的传染病，像肠仔病毒、像 H1N1、像伊波拉病毒等等。即卖这个武汉肺炎，这个电话更加是每日亮亮叫，要提醒咱的乡亲，有需要才来卡，安尼才袂加重着1922的负担。咳嗽、呼吸急促等症状，请拨打1922防疫专线。提醒国人，卫福部长陈时中提醒民众有症状爱卡1922，即使的数字即马可能比明白也较热门。请买进局你好。在2003年SARS期间，为着方便民众通报疫情、甲传染病资讯，开始设置简单好记1922资讯电话。然后24小时规年档拢无休，在台湾发生重大传染病时，负担重大责任。1922的长病毒专线这2天来也暴增3-4千通，心中疑问一大堆，最多的还是搞不清楚 H1N1 到底是什么。高压2020个因为武汉肺炎疫情，和1922个一次真无用。有在分流了哈，尽量把也说如果说居家检疫或居家隔离的，他们可以打这个关怀各县市的关怀中心的。有需要用的时阵才用，千万唔通乱用，才会当保持1922防疫专线的功能性。